也罢免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吴思瑶5派药厂第2阶段送件是失败哦。所落来重点就是爱看讲台北市5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投票爱安怎讲安怎红。那样这边王宏维今日呢，就按照选举的模式找赵小康做回去扫旗啊，好有选民哦罢免的这第3阶段呢，就爱去投无同意票。 太好了，花莲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哦。一个一个拜托选民罢免的第3阶段出门投无同意票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比较选举模式，找来战斗拿的带头者赵小康陪同市场拜票，因为前一天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5派药的2阶送件失败了后，拿赢开始积极回红。 5个台北市立委，那基本上我们会设计一些区域联防团体作战。我们在地方上我们会跟民众党的议员来做结合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具体的蓝白的合作。我相信一定是用9合1大选前哨战的方式来面对这一次的大罢免。这个蒋万安市长或是其他的县市首长，一定也是全力以赴。强调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协助台北市5席的南委集中火力反罢免，并且会和民众党来合作推出投票率。 确实，民众党也必须有他的角色，让我们的支持者能够愿意能够站出来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功课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仰赖双边的智慧。同款面对罢免危机的基隆市南委林派雄表示，会正面迎战，力战反击，规划发动陆空战。同市南委吴务庭到小连刷铺真侪影片，呼吁选民无同意恶意的罢免。你和我一起不同意恶意罢免。 也拿民进党立委罢免案搁减一件，罢免张宏六的团体宣布2阶连署数无够安全的数量标准，经过讨论了后，决议唔送件。即马干那剩罢免李坤成、林俊宪、王定宇、黄捷、柯志杰甲陈俊宇的案，也未到连署的期限，传出立营是评估立委互罢免的成功几率无悬，说落来是要拼罢免10席以上的南委。我个人评估，确实有机会可以罢掉10席左右或以上。 最后可以换掉6席以上。目前31件南委的罢免案2阶连署已经送件，中选会按算伫20委员会议时新定插队的结果，若根据选罢法正式依法宣告成案了后，罢免案会伫20天到60天内办理投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